大家好，今日想分享下 SEN 小朋友由診斷到特殊學校嘅心路歷程，希望可以幫助有需要嘅同路人得到更多資訊。小朋友2歲嘅時候需要去健康院例行檢查，護士做咗好多測試，發現小朋友可能有特殊需要。護士亦有問爸爸媽媽唔同嘅問題，主要發現小朋友有偏食習慣、固執行為、情緒管理差，未能表達一整句句子，只係能夠表達簡單嘅詞語，發音唔標準，即係講廣東話講得唔正。體能表現亦都比同年齡小朋友差，例如上落樓梯只能夠一級一級，所以即刻去咗下葵涌兒童體能智力中心掛號，等咗大約半年左右，再返去智力中心做咗測驗，測試大約要做2-3個鐘，過咗2-3個月再返去智力中心睇報告，專家證實小朋友有自閉症。同一日智力中心有社署社工協助申請殘疾人士登記證，亦有協助申請有特殊照顧的幼稚園，同時亦申請殘疾人士津貼。有咗殘疾人士登記證，就可以去申請特殊個人八達通，以後坐交通工具就係2蚊。傷殘津貼當其時每個月大約有1800多元。我哋會用津貼去外邊報讀其他訓練課程，因為普通嘅幼稚園唔可以照顧到特殊需要嘅小朋友，所以要入讀特殊幼稚園。幼稚園除咗教導一般嘅知識，亦都會教導小朋友好多自理能力，例如食飯、着衫、着褲、穿外套、扣衫鈕等等嘅自理能力。特殊幼稚園亦都係小班教學，一般幼稚園可能20個小朋友或以上，特殊幼稚園可能係4至6個小朋友一班。當其時社署社工話，一般嘅特殊幼稚園需要等待超過1年半。我當時住喺青衣，最近嘅特殊幼稚園都需要去到南昌或者大窩口。社工話東涌開咗一個新嘅特殊幼稚園，社工話排隊會快好多，你哋要唔要試下？我諗都冇諗，即時應承。佢都有第1、第2、第3志願去申請。第1志願填咗東涌嘅特殊幼稚園，大約1個多月之後，東涌幼稚園打電話俾我，了解一下小朋友嘅情況。幼稚園話而家未有校車提供，不過將來會有。問我哋仲有冇興趣過嚟入讀，我就回覆冇所謂啦。小朋友可以早啲訓練，因為0到6歲都係黃金期。最後小朋友就入讀呢間東涌嘅幼稚園。特殊幼稚園係完全唔需要學費嘅。當其時咁啱係疫情，只係能夠返半日嘅幼稚園，小朋友讀得好開心。冇幾耐之後，幼稚園舉辦咗校巴接送，只係俾一個好相宜嘅價錢就有校巴接送。當其時應該係80幾蚊1個月，你冇聽錯，係80幾蚊1個月來回接送。我哋係住青衣，校巴會開到去青衣城附近上車位置，接小朋友去到東涌返特殊幼稚園。幼稚園嘅同學仔除咗香港人，亦都有印巴裔或者係外國國籍。特殊幼稚園都有好多訓練活動俾小朋友，感覺小朋友進步咗好多。老師又會同家長緊密聯繫，例如係電話溝通或者 WhatsApp。話咁快就讀咗3年，好快就畢業啦。最後學校舉辦咗一個畢業典禮，俾所有畢業嘅小朋友參加，小朋友上台表演，大家都玩得好開心，真係好懷念。